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暗传出一个本土病例，今仔暂时无个增加，嘛考出110个接触者，80来采检是阴性，今仔增加16个境外病例。咱国伫中美洲的邦交国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目前咱的邦交国只剩14个。但是组装大港大厂瑞兴科技传出来线交易，董事长洪阿宝甲2个后生洪生啊进结。新台市来看咱国内计35天拢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昨暗指挥中心公布中研院一个实验室的助理胃着病毒。今仔上新的消息是暂时无个增加本土病例，也毋过咱今仔有10来境外病例。指挥中心目前嘛考出97个人需要居家隔离，13人爱自主健康管理。验 PCR 结果哦，目前80来是阴性，另外有24人个等待结果。指挥官陈时中嘛提醒民众，即马境外病例佫真侪哦，民众就要赶紧去注疫苗，晚5个月会当佫注第3档。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除了昨天晚上跟他宣布的16816这个案例之外，没有其他的本土案例，那死亡的案例也没有那境外移入有16例，已经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满5个月的民众那可以来施打第3剂。那开始打第3剂的接种的厂牌是莫德纳那一样是原来基础型的一半的剂量。那这16816这个案例在昨天。那现在总共目标要居家隔离，到目前是目标是97人，那13人列作自主健康管理，那全部都要采验我们的 PCR。那到目前来讲，我们阴性的有86名，那检验中的有24名。那目前情况以这样来看，这大部分人都有检验过是阴性，所以在往外扩大，在这个职场这里面往外扩大的可能性相对的低。那但是在社区中，因为足迹很复杂，那还必须要提高警觉。检验阴性的并不代表就是说他就说没有染疫，只是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检验到病毒。中研院的女性助理研究员应该是为着Delta病毒，这个助理已经有注2档的莫德纳疫苗，也毋过捌互为着病鸟鼠咬过2届哦。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认为，目前全世界无动物甲病毒喂互人的案例，所以这应该是实验室的病毒漏泄出来，应该爱来清查中研院的实验室哦。另外，这个助理的男朋友甲一寡接触者，目前 PCR 结果大部分拢是阴性的。中研院南港 P3 实验室的女助理研究员确诊感染 Delta， 和本土连续35天家庭破功。按16816是25岁女性 ，CT 值 15.17， 疫调了可列94个人居家隔离。目前80个人 PCR 检验结果是阴性，包括中研院的职场66位，台北甲新北拢有33位，非职场接触者28位，几落人是转外县市居家隔离。伫初十疫调了，各增加10个人做伙食饭的名单。伫台北市有6个人被可列。这位女研究员捌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伫实验室内边捌2遍和确诊的鸟鼠咬到。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数据看起来并没有新冠肺炎从动物传到人的案例所以也许更有可能是实验室在处理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外泄事件。应该把全台有在做这个，要全部先清查一遍。郭文地认为，按16816伫11月2日有少的症状，就应该是做 PCR 检测。阻断疫情的传播，无应该4月拍走，讲管理训练有问题。伫这14天的卡列真复杂，遍布双北。台北是以南港为主，几日便到即云的南港站、东门站，也去过台北车站甲京站。其中，伫初7下昼，坐公车306甲拿21。市府希望伫这段期间，有坐这2班公车民众赶紧来做体检。伫新北的卡列以实质为主，去过万雄矿场、牛排店、便利商店甲药妆店。新北也赶紧可列接触者66位，居家隔离44人。女性研究员的男性友人住在一起。
它的采集是 PCR 是阴性，扩大框列跟裁剪的过程当中，又有新增的阳性个案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始采集，规模缩小。如果越往下走，我们看到整个状况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必要的时候该停止，我们就会停止。因为年底活动真多，侯友宜讲，若必要应该停就随停来。郭文典是讲，若是这2-3天有出现不明的病例，包括跨年晚会、台北灯节加促销活动，拢爱停来。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启动做第3期疫苗，要求病院、经销加传播等单位拢爱做。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助理前一站已经对中研院的基因体研究中心离职了，后来才确定讲喂着病，感谢有带病毒的鸟鼠啊家着才会喂着病。有杜立海教授是认为讲，一般实验室的管制是真严格，会去喂着病实在是上无哦。这个助理的男朋友虽目前验是阴性，也毋过嘛有可能伫潜伏期，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经中研院实验室人员确诊Delta，毒理学专家分析，和阿法老鼠家着说得到Delta确实真无正常，而且实验室的操作应该是真严格。伊表示，伫严格情形之下，说一个人确诊中的过程是真奇怪。佮何况伫出现症状了后，第一时间无通报到家己看医生，过程爱彻底被检讨。可是新冠病毒它是透过飞沫，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蛮特别的。这个私下自己去自行就医，然后最后导致确诊，然后最后还影响了这么多层面的这个群众。专家认为，这名确诊者的10名朋友，目前采检是阴性，有可能是疫苗保护有效果，或者是还伫咧潜伏期，后续爱密切观察。感染科医师黄立明指出，这个个案的感染源爱过调查清楚。个案伫10月初和实验室的鸟鼠家伤，11月底出现家扫症状，12月出现皮膜的情形佮确诊，应该是3个独立事件。他最近操作的病毒，在中研院操作的病毒，有没有操作 Delta 病毒？而且基因序列一比对就知道了，因为他刚得到的基因序列会几乎是一样的。那如果他在社区得了，基因序列就一定是不一样。如果前1-2个礼拜都没有案例，我想后面有案例的机会也会减少很多。好，如果前1-2个案例1-2个礼拜呢，案例一直在出现，我觉得台湾又要重新来一个下一波的5-6月的那种社区感染的模式。医师认为，因为也无法度确诊感染源，所以2礼拜甚至1个月拢爱特别注意的观察期，尤其是个案生活圈周边的诊所。对有任何疑似症状患者，最好拢爱 PCR 采检，才有机会提出确诊者做防堵。记者综合报道。这中研院助理为着病毒，南口中间病院表示，P3 实验室是专门咧做病毒的研究，若是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SOP 照起工来，伫实验室为着病毒风险，其实是比社区的风险更较低。所以嘛要提醒讲，伫实验室上重要是穿甲脱防护衫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去捌着病毒。穿防护衫、防护帽啊，N95吹暗架、简单，所有防护装备准备好啊。2人编制一组，才进入 P3 实验室展开研究。南口中研病院表示 ，P3 实验室是操作危险、生物安全等级的特定实验室，专门做病毒研究。那人员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SOP， 其实伫实验室染疫的风险比社区更较低。PPE 的穿戴必须要非常的确实。完成实验之后呢，它脱除 PPE 的流程。那所以其实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模拟的，比如说我们会喷荧光剂在这个同仁的身上哦，那确认他在整个脱 PPE 的过程中呢，他最后他的手上不能沾黏任何的荧光剂。中间研究团队表示，实验室每年都会做紧急应变演练，参加实验室人员也爱接受严格完整的训练。万一伫实验过程装备有破去，或者是技术遭受污染，拢会马上通报。而且研究结束了后的废弃物也爱彻底消毒。每一个团队完成实验之后呢，都一定要彻底的消毒。那而且P3实验室基本上同一个时间，我们只允许一个团队进去。研究团队强调，实验室人员因公是完成做2剂新冠疫苗，而且定期接受 PCR 体检。实验室内底要安装16支录影监控设备，让院方用随时掌握状态。记者综合报道。
中研院的基因体研究中心今仔嘛停止上班一天来做大消毒。中研院的公共场所嘛暂停开放。台北市卫生局是派出2台采检车，提供员工甲附近的民众去做体检。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大门锁条着，这边检疫的查某员工于21进前出入的披山实验室，佮伫这栋的中心7楼。71天，这栋大楼停办1天，其中有66个人透明气互送去集中检疫所来隔离，共同还佫有328个人员来做自我健康检测。师傅你好，我们是同事，我们问一下说像隔壁栋的生物医学研究所虽然讲是正常上班，不过有实验室来出现烧化的个案，员工拢特别秘手。其实，在 P3的话，一定是从事那种高危险性的实验，所以被咬到可能会比较意外一点啊。那一般跟实验有关的实验安全啊，然后意外灾害的处置也都是我们每年都有必须要上的。采检车停伫学术活动中心的大厅，早起10点。北市的卫生局派出2台采检车来，互员工甲里民做采检。如果李明有不舒服的症状，就直接去医院；如果他是在自我健康监测，然后担心，那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筛检车来筛检。生物实验室会当分做1到4个安全坎级。P3的研究就是亲像这个新冠病毒 SARS， 这会对人类造成较严重，也是讲潜在致命的病毒。人员因伫个 P3的实验室，拢都爱来穿防护衫，因要清要烫嘛，拢有这个标准的 SOP。有共同的人员表示讲，伫这出入拢有生物管控的辨识，而且实验人员嘛都爱面对这款关压的工作环境。中研院嘛来检讨检视实验室的管理。院内公共场所会暂停开放，对外的实体会议活动嘛拢会停止，也是讲改做线顶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伫中美洲的邦交国尼加拉瓜，今仔宣布甲台湾断交，要甲中国建交，嘛强调讲因信任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蔡政府任内第8个断交的国家。目前咱伫世界上的邦交国只剩14个国家。外交部是表示遗憾，马上撤离双边的大使馆。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面对中国的外交施压甲恐吓，台湾拢未改变以民主自由走向世界的决心。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s el único gobierno legítimo que representa a toda China y Taiwán es parte inalienable del territorio chino.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rompe a partir de hoy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Taiwán.台湾伫中美洲的尼加拉瓜70向上宣布承认一中原则，甲台湾断交。这也是自2019年所罗门基里巴斯了后，蔡政府任内第8个断交的国家。目前邦交国只剩别留诺鲁等14个国家。我国政府，我们只感痛心以及遗憾。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跟尊严，我国决定也从今天12月10号开始终止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会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以及相关的援助计划，撤离我们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外交部也表示痛心遗憾，马上停止双边合作加撤离大使馆。事实上，这已经是尼加拉瓜第2摆甲台湾断交。第一摆是1985年12月17，了后伫1990年复交，2摆计36年，而且拢是伫总统奥迪加主政期间来决定。总统蔡英文表示，面对外交施压，拢未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的决心。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坚持走向世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用尽各种手法，让台湾孤立。我们全国更要团结。让台湾不要被孤立。苏贞昌批评中国孤立台湾，同时也看到国际民主国家愈来愈支持台湾。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了后，中国就赶紧宣布甲尼加拉瓜复交。今天上午，中国同尼加拉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央视报道，中国甲尼加拉瓜伫天津签署复交联合公报，内容讲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尼加拉瓜承诺袂搁甲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记者综合报道。
尼加拉瓜政府宣布甲台湾断交，经大使赵林推测讲，尼加拉瓜可能是因为经济关系歪向中国，嘛认为尼加拉瓜应该嘛是针对美国。有学者嘛讲，尼加拉瓜故意选伫美国办民主峰会的时阵来宣布，这是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Soy la hermana presidenta Tsai de la República de Taiwán que nos acompaña. 2017年，尼加拉瓜总统奥德加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受邀请参加。迄时阵，奥德加佮叫蔡总统是台湾共和国总统，嘛捌表态愿意访问台湾。但4年过去啊，奥德加还未实现来台湾访问的计划，先宣布甲台湾断交，随甲中国建交。有真侪驻外经验的经大使赵林表示遗憾，而且指出尼加拉瓜可能因为经济歪向中国。第4任总统，所以国内的反对派的声音呢，这个一直不绝于耳啊。那么他可能在经济方面，他也受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也希望在他们尼国内部的经济面的，希望能够稳定住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对尼加拉瓜是不是有些经济方面的诱因？我想也不会出人意外。赵林推测，中国抵制台湾外交动作真济，搁伫洪都拉斯大选，各界关心台湾甲洪都拉斯的邦交的时阵，互尼加拉瓜转向。当地研究拉丁美洲关系的学者向俊认为，美国民主峰会这个时机点真关键。中国大陆送给民主峰会最大的礼物，因为台湾受邀参加，所以说他趁这个机会，等于算，而且也做给美国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时机非常恰当。我们台湾根本就没有很努力的在经营跟尼加拉瓜的关系啊。奥德加甲美国长期关系无好，加上即届尼加拉瓜大选的结果，美国宣布制裁，双方关系恶化的同时，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无疑对台美关系升温是一个打击。而且中国将来无要放轻松对台湾外交的打压。赵林认为，两岸关系如何维稳，并做是当前真要紧的代志。记者郭灿新这边台北报道。继续来看，昨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头一届的民主峰会，有超过100个国家以视讯的方式来参加哦。拜登嘛宣布讲要提出4亿2400万的美金来支持世界各地民主活动。也毋过巴基斯坦哦，却临时退出。中国的官方媒体嘛批评讲，这场峰会根本是美国要结合其他国家来对抗中国的手段，嘛口说讲美国认为赢钱就民主。伫咧这场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会让找盟友，伫全世界独裁主义兴起的趋势之下，决定改变正伫咧发生的民主衰退情形。伊讲，全世界民主已经连续15档倒退，包括美国在内，也个宣布要用4.24亿美金支持自由民主相关项目甲独立媒体运作。We stand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our history, in my view. The choices we make, in my view, in the next, will we allow the backward slide of rights and democracy to continue unchecked? Or will we, together, have a vision and the vision? 不过就伫咧峰会开始进前，南亚国家受邀请的4个国家之一的巴基斯坦，突然间宣布要退出，但是并无讲原因。专家认为，这是拜登要找盟友，最近对抗中国的手段。巴基斯坦无想要伫咧边仔发声。另外有一寡国家无受到邀请，亲像中国甲俄罗斯，就由因驻美国大使撰文，讲拜登政府是冷战的心态。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新闻网也用专题口说讲，美国只要赢钱就民主。According to Open Secrets Research, Donald Trump spent more than $544 million, or 70% of his campaign, on the media during the 2020 campaign. Joe Biden spent nearly 80%. During the second impeachment of Trump, U.S. media, instead of being the watchdog of public interests, became, as many observers point out, partisan mouthpieces. 美国的国会山庄部认为，国际社会民主倡议人士加反对派人士无受到邀请，无法度充分展现民主的价值。因为华盛顿邮报是报道讲，拜登想要重新塑造美国民主倡议家的形象，也毋过伫咧筹备会议期间，所伫咧正明显的目标上出现无能甲应对空泛，互人看破因的骹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再来看电视，祖宗大江大唱随现科技传出来线交易，公司的董事长甲总经理爸仔囝等人昨暗互约谈，事后董事长翁仔某跟2个后生洪生压禁见。董事长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申请武装外套，去予调查局的人员甲带去地检署询问，伊就是随现科技的董事长吴春发，对伫后壁是伊的第二囝。面对镜头，因2个人拢无讲话。规身躯西装穿甲笑，大囝担任随现科技的总经理，共款去予检方甲查问，因为检调发现讲，因涉嫌内线交易，经过透明甲问了后，包含3个人在内，含董事长因某，拢去予人声压禁见。还是觉得很冤枉，因为家人都被镇压了。检调伫个车口内发出搜查，带回10个涉案人，经过询问了后，总经理因某是50万甲交保。也若随现科技伫今年3月公告讲，转投资公司 Visual 伫美国的证交所有来挂牌上市，毋过煞去予检调查出讲，吴春发因即家口的人，伫事先就知影消息，涉嫌伫重大消息公布进前，而且是伫交易的禁止时间提早来买入股票，才过来甲发出信息，安尼来咧敛钱。专案是调向涉犯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来甲侦办，是毋是有涉嫌不法？检方会来甲背回予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新建案的市场是炒甲真热络，毛未这乱象。内政部通过修正草案，要全面来限制新厝买卖换药转卖，违法上当是当判3档，上济会当罚5000万哦。嘛要求讲买新建案还未起好的厝，要解约爱伫30天内底来申报。嘛提出减记奖金的制度，要来防止炒房。大门一拍开，民众都全部挤入去，都惊上万买无。这是台南仁德区的一间建案接待中心，设备接备卖有售建案，却出现民众规暝排队抢房的现象，引起台南市政府的注意。为严格拍有售厝炒作，内政部推出修法，包含全面禁止有售厝甲新厝换约转卖，严格处罚炒作人，上悬应罚5000万。若是有售厝解约30天内也爱申报，另外也管制司法人买厝5年内未当转期，搁建立减记奖金机制。投资客炒房团其实真正的获利管道或模式，就是透过换约的这一个机制，来达到它获利了结。那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市场存在着非常容易用非常大的财务杠杆，可以来做投资炒作的一个机会，那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个市场建立的本意。花建群表示，有售市场有合理的运作模式，不过说好有寡人利用做炒作的管道，无希望这问题继续恶化，所以爱做必要管控，安定民心，稳定市场。不过对这摆修法帮助认为，内政部明令禁止有售厝换约，未来有可能会互买卖化名为案，转嫁大兵下骹，恐惊互市场的乱象更加严重。我如果是用简约的方式，可以把房子做处理掉，因为就它可能会有一些自价的案，就是只要有买方愿意去负担那15%的购物总价部分，我还是可以顺利把房子处理掉。陈吉明表示，未来限制有售厝换约上路了后，买厝人若违约反悔无要买，也是爱赔总价15%的违约金给建商。最后输的人不一定是建商。花建群表示，会提出配套，包含降低违约解约者的处罚的标准，也希望这个会期应将修法送入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乌日一个姓林的民众，因为徛街附近的巷仔，常常拢有人黑白等本色哦。伊检举真侪届，也毋过拢抓袂着人。这个民众嘛，对里长的回应跟斗相共协调的机关服务处有真不满哦，竟然去恐吓服务处的人员，讲暗时要去开枪。警方表示会依法来侦办。男子来到服务处，向里长澄清，徛街附近的巷仔内底有本所黑白单的问题。不过本案里长无法度马上来解决，情绪是愈来愈激动。这时啦，我听到拍是讲算恁的啦，恁遮在座哪有听到啦？无在庙处理装死啊，哪有人安尼啦？
你没有在了处理啊？情绪一直很激动，一直很激动。那因为我本身是坐着，他是站着，所以我们服处的助理会觉得我受到威胁了。男子哪里呛声，啊，佮提出手机来录影，你就甲工作人员按打了后来劝离。当时暗时啊，服务处人员打电话来关心，男主角扬言要到服务处来开枪。当下民众突然爆出一句说“不要给我蛋酒可以亏请”，这句话当时我是有点错愕，那有点 shock， 说奇怪，民众其实在整个情绪的作为中没有特别去激怒他。男子徛喺附近的这条巷啊，打了满满的一条，警告本所唔通乌白弹，不过效果敢若是无好，因此真侪次向环保局甲里长来订正，不过还是找袂到乌白弹的行为人。这个月6号来到市元旦谢凯，为着乌日的服务处来呛声，说男主角就前往派出所，还佮提供电话录音。但是事实上根本就跟选举没有关系哦。本分级的辖区里面哦，各派出所要加强各候选人的服务处还有看板一个维护的，还有人身的一个安全。警方表示，服务处虽然无来报案，不过嘛是通知这个民众到案的说明，顺后以刑法恐吓危害安全罪嫌来上班。目前台中第2选区补选存无到1个月，警方嘛来加强巡逻，防范候选人来扫街拜票有任何状况。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缅甸的军方开始抗议的百姓，引起国际社会真侪批评。缅甸军方最近又搁伫西北部一个庄头杀死百姓，画面马上破伫社群平台。联合国嘛呼吁讲，应该爱追究责任。村民等到现场，看到小甲乌麻麻遗体拢靠出来，各种影上传社群媒体。根据当地民众甲地方媒体报道，缅军伫西北部石阶省当到川甲民兵交战，微博是开枪射击，对因放火，为人互火烧时要活咧，虽然无法度确认，这画面甲实际情形是毋是共款？啊，毋过一个讲是去过现场的人所讲，甲媒体报道大部分是共款。Of the horrific killings of 11 people. Credible reports indicate that 5 children were among those people killed. We strongly condemn such violence. Those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this heinous act must be held to account. 根据美联社所采访伫现场的人表示，七早起11点，50个军人赛车入去到村仔内掠人，啊，毋过掠11人拢是老百姓，毋是民兵。If we do not fin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ey stop getting funding, that they stop being able to operate in this way, these crimes are going to continue. 缅甸军政府否认这所在有任何军队存在。另外，缅甸媒体引用其他证人的讲法表示，受害者是缅甸军成员。缅甸军政府1月7日大选以来，为大都市甲农村拢有反抗运动。最近几个月，石阶省甲西北部地区对抗上激烈。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虽然罗西亚有表态讲袂怕乌克兰，也毋过乌克兰民众嘛是真烦恼，随时会消战。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都市的政府嘛下令讲，若准发生战争，有防空壕的建筑物，拢爱互民众会当入去避难。这地下室黑暗空间基本甲通风设备拢总有，这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甲2年外来，伊伫咧战争的边界，也有数百公里远。啊，毋过东部卢汉斯克的新托什基夫斯克伫3不5时的炮轰甲空袭之下，厝是破五五，生活脱离正常的模样。对人知影基辅市政府的烦恼。Один раз я вообщ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плака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боялась, что в наш дом попадут. Ну, слава богу, все обошлось, конечно. Мы к бабушке попали. Крышу на 5 этаже попал снаряд. И с 5 этажа упали плиты. Жи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索尼亚一阶段功夫已经无法度生活，即马除了去公园行行，或者是去几公里外店头买生活用品。平常时间会用踮伫地下室，看到东部居民的情形，基辅市政府下令，若是有地下室建筑物、公务大楼、停车场、仓库、厝主或者是管理单位，爱伫必要时阵，互附近民众紧急避难，免收钱。市府方面指出，全市亲像安的设施有4500个，应用的人数伫2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1/3。В разі бойових дій, в разі руйнування будівель,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будуть перш за все звертати увагу на ці об'єкти, де можуть знаходитись або укриватись населення. Цей механізм відпрацьований, ми знаємо, що робити. Будемо проводити інформування населення, але обіцяю, що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останні, які покинуть це місце.
虽然俄罗斯强调无对乌克兰动武的计划，不过自2014年以来经验加上，两边关系更加紧张。乌克兰政府和民间尽量做好应做的准备。公司新闻持家人评价。来看纽西兰财教宣布讲要启动2025年无婚行动计划，望讲会当甲结婚的人口减少到5%以下。对2027年开始嘛要规定讲14岁以下的青少年袂当买婚。若属新法通过，纽西兰会是除了不丹全球对婚的买卖管辖上严格的国家。点一支婚伫咧外口博。这款的场景未来伫纽西兰可能看袂到啊！纽西兰财教宣布讲要来启动2025年无婚行动计划，目标要伫2025年进前，甲结婚的人口降低到5%，而且对2027年开始，嘛要甲法定结婚的年龄对18岁甲提悬，还阁来限制14岁以下的青少年，因透底都袂当合法去买婚。As they age, the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never legally be able to purchase tobacco. Because the truth is, there is no safe age to start smoking. 人口500万人的纽西兰，当年拢有5000人死伫和结婚有牵连的病症，而且这项新法还佫规定讲，未来纽西兰敢若会当卖婚幼年固定上介价的婚，卖点价嘛要减少。对这件代志，民众的看法拢无同。I reckon it's a good move, really, because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young kids walking around who smoke soon enough. Well, there's always alternatives to smoking as well for people that, can't afford anymore, want to try quit, like vapes, for example. So I think maybe it's a good idea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moking is bad for you. Stop it altogether. And if people still want to smoke, well, they can just grow their own, which they are doing. 全球目前敢若有不单是完全禁止卖婚，纽西兰的欧洲 A 结婚人口已经降低到10%。不过，摩利族甲太平洋的居民因结婚的人口，所以还阁有28%和18%遐尼悬。Our projections show the New Zealand European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achieve smoke-free status by 2025, but Māori won't achieve this goal for decades if we don't act now. 纽西兰的卫生部讲，结婚致死癌症的比例有25%遐悬。不过，伫这几年来，电子婚已经伫较少年的这代因安尼真流行。纽西兰的卫生部嘛警告讲，电子婚并毋是讲拢无酸长，甚至还佫会当伫内底发现到会致癌的物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讲，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会调悬到6.05%，创2011年以来的新高哦。明年 GDP 预估是3.67%，嘛是最近15档来头一届连续3档 GDP 超过3%。中华经济研究院是表示讲，伫国内投资甲出口带动，今年的景气国内外拢正好。前几天，主计处公布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会当破6，2021年的 GDP 估计大是6.09%，2022年的 GDP 是4.15%。中经院也同款看好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会当破6，预估有6.05%，明年有3.67%。这是15年来第一遍连续3年 GDP 拢超过3%。国内的需求贡献经济成长力4.61个百分点国外净需求这贡献了1.44个百分点，是呈现外热内暖。Fed 要升息在即这是一个改变。Omicron 会让到底升息的脚步有多快？到底它是要保经济还是要打通膨？那这些都是一个重大变数。因为事实上通膨压力增加，中经院估计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甲主计处同款，拢认为全年袂去达到通膨警戒线2%，而且明年会明显的变慢。2022年 CPI 年增率是1.77%。严格用明海运的董事长陈金模认为，塔港的问题依然严重，船靠港码头的准点率无够2成。塔港的问题就要等到后面的消费旺季圣诞节过了，才有法度改善。这个准点率现在都是低于2成了，也可能只是差1天或2天，那也有可能差1-2个礼拜。塞港的问题应该是随着这个圣诞节过后，这个应该会慢慢的舒缓下来，所以这个通膨的问题应该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中经院预测今年甲明年的 GDP 表现拢会当有好成绩，不过新冠疫情佫压起来，新型变异株 Omicron 是无确定因素，恐惊会放慢全世界经济复苏。不过
中国的零和相控政策也是有欠工的问题。若是大众的人转来台湾投资，2022年 GDP 的表现就成长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物件拢加体价哦，也毋过这波起价敢有合理咧？政府是有成立一个无价联合稽查小组，那准讲业者有转回黑白化介绍的行为，就会加重来处罚。小汤和印尼男政者潘公公，台南南区开南里的李中义10多年来，经俗客路线一碗25块，现做现煮的扁食汤只卖10块，负心介绍，毋过业者无奈，为面皮、面到猪肉介绍一直称悬，明年元旦开始决定起价。小可调起来，卖讲成本提高，阮利润都不好，我们这利润都做不好。另外，花莲的煎包业者也决定起价，原本一粒12块，今麦起到15块。店头表示，不止食材原料变贵，连塑胶袋这的成本也拢增加。厂商都跟我们调涨啊，面粉、油全涨。而且现在高丽菜也降不下来啊。万物都涨，我就是吃少一点，不然怎么办？什么拢起民众就有感觉，就连美容业者也表示，年这国外进口的成本拢增加，只好做调整。年头毛、店头毛的介绍比以前加100到200块。原料都是从那个国外进口，那边的燃料也涨价，而且现在的船只的货柜也很难叫。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阁创近9年新高，只是最近民生餐饮连续出现起价，毋过政府插拳头又阁来强行的主要把品菜色介绍无明显的波动，为防止有人起价操作物价这行为，行政下令要严查严办。有些物价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形发生，就是所谓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已经构成到违法的行为，甚至是有刑责的。政府的态度是严查严办。经济部农委会发布部等单位组成联合稽查物价督导小组，要为消费供应商到生产、经回来源等来调查，看是毋是有无正常违法行为发生。进前消保官会同调查局人员已经连续到基隆、桃园、台南加果菜市场来查访，维护市场价格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之前高雄一只比特犬咬死3岁囡仔哦，动保团体是指出讲，咱国内有真侪狗仔，因为长期互拔掉的，也是关伫笼仔内底，造成攻击性是愈来愈强。因认为咱国内应该比照外国来制定饲狗仔的相关规定，要求讲要饲狗仔，就必须要负起相关的责任。用铁链拔掉的住伫房仔大的小厝，这只被特权咬死3岁的囡仔，令到冲突的悲剧搁一届发生。动保团体引用美国研究指出，长期互拔掉的狗仔攻击人类的机会是要互拔掉的2.8倍。有的主人感觉狗仔伤过歹，干脆拔掉的关起来。动保团体表示，颠倒会增加狗仔的攻击性。要把狗长期拴绑这件事情，会造成它更凶，它更具有攻击性。我事主要做的是，你如何去正确认识你的这只狗，才能够正确的跟它有一个好的互动。动保团体实际来查访，发现台湾四界拢有主人甲狗绑起来或者是关起来，煞无顾到动物福利，无互因有够的食物甲水。日头拍、雨日淋，限制行动，根本是达到虐待的程度。5年来，严加接到2800件不当饲养的检举，面对主人无责任造成动物受苦，呼吁农委会应该赶紧来公布主人责任的指引。何谓的适当？何谓的恰当的笼外时间？其实现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一个 guideline。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指引非常的重要？饲主责任的一个饲养指引。那我们相信应该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会去等于是定版。动保团体指出，欧美国家拢有相关法令，而德国规定饲狗必须要提供开放式的室外空间，有充分运动机会，人狗要有够的互动机会。美国德州有规定，狗仔袂当拔超过3点钟。佛罗里达州规定，下早9点到下昼5点，天气伤过歹的时阵，袂当拔狗仔。台湾是远远对袂得，应该设法加速强化主人的责任。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
最近因为疫情哦，佮加上物件一直在起价，一寡社福单位开的店哦是拢了钱的经营。教育中心伫台南新营市政中心内底已经经营13档的商店，嘛决定讲月底就要关门咯。福大是拢真唔甘哦。市政府嘛表示讲，这个地点会继续来提供弱势团体来经营。透早10点左右，台南民地市政中心的家父爱心小站的妈妈，全力努力准备中昼要卖餐点，洗菜、炒菜是逐项拢会。不过到这个月底，这就要结束营业。已经伫这工作9年的家父妈妈嘛，感觉真唔甘。我们热情待人，对，所以这个大家的互动是一个发挥的舞台啊，就是说做了10几年了，真是很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支持啦。小站四处会当看到公益海报，一边做生意，搁一边回馈社会。家父中心逐年搁提拨15万作为家父囡仔的助学金。这款的平台，煞嘛不敌大环境的变迁。经过评估了后，租约到年底嘛决定无要搁再做。13年的经营是伫这结束。台南县这个民治中心的一个人员也少了，大概将近一半，大概少了将近一半。那在经营上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瓶颈哈。一方面也因为疫情，我们能够进来的人也不多，透过平台啊、外送啊这些的一个服务哈，那相对影响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那未来我们一样会寻求其他弱势公益团体，希望协助这些公益团体、弱势团体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爱心小站13档来，有10多位家父辅助家庭的妈妈来经营，对合适煮菜技术、绩效、成本计算等等会着真济，并且自律。但是嘛，抵袂过人调减少，原物料起价，亏损过悬，就必须要结束营业。记者郑混淡报道。艺人张洪亮的太太是来自立陶宛，前一阵哦因为肝衰竭真危险哦，伊嘛专工去找高雄中嘉病院换肝手术的权威单调良医师来治疗。高雄的中嘉病院已经捌帮200位来自美国、日本的外国病人做换肝的手术咯，这嘛是团队头一个立陶宛的病人。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在了。想到太太2个月前有可能失去性命，虽然太太即摆已经治疗好啊，也是非常的感慨。艺人张洪亮甲立陶宛的太太熟识到结婚有20档，想袂到体操国手出身，阁得过世界金牌的太太，会伫今年4月轻轻出现黄疸，检查出肝功能有问题，2个月进前肝衰竭恶化，若要换肝恐惊失去性命，决定到高雄中嘉病院来换肝，由伊的表小弟来捐肝。他的疾病严重度，我们知道肝病严重度越高，他需要的肝脏就越大。2位可能的捐肝者，他们左边的肝脏都不到30%。伊一团队表示，虽然张洪亮非常有意愿，但是伊甲符合资格的表小弟会当捐的肝范围拢无大，因阁想好有可能2个肝爱同时移植的备案。加在张洪亮的太太伫初步治疗了后，敢若需要1个人的肝脏，因此团队决定由条件较合适的表小弟来移植。知道有这些症状，有可能会导致生命不会存在，所以在很多时刻，可能我人生中没有经过这么多感动的时候。We need a liver. Yes, it was emergency. And Steve say, "Oh, you need help? Okay." Like this. I was shocked. He's hero. 高雄中科已经帮123位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的病患成功来移植，但是这是第一届抢救为欧洲、立陶宛来的病患。团队表示，救人是无分国界，会当互病患顺利来康复出院，就是因上大的心愿。记者王刘天明、赵宽个人报道。再来看公路总局的台中区监理所，昨甲警方去梨山部路跟合欢山清境路来稽查白牌车，查到有4架出租车违规的事件。警方是呼吁民众有洗车的需要，都要找合法的业者来保障家己的权益。公路总局甲警方设下拦查点，对上山的车辆展开稽查，为着入要到来的耶诞节甲跨年的假期，取缔违法营运的白牌车。台中区监理所9号是前往梨山，也有合欢山、武岭、清境等等的所在举行联合稽查。本站为了维护乘客的安全和保障合法的运输业，昨天我们到深入梨山部落，去重点为取缔违规营业，保障合法的业者。昨天共拦查13件，开单2件，
台中区监理所表示，即届总共动员丰原甲南投2个监理站，而且请台中和平甲南投人来警分局来协助，总共有4件租车违规的事件，分别是无早派车单，也佫无确实来填写应该载明的事项。警方也呼吁民众有坐车的需求，应该寻求合法的运输业者，以免权益受损。本门区呼吁民众，如有乘车需求，请选择合法汽车运输业者，才能保障自身安全与权益，以免发生事故，求偿无门。台中区监理所强调，白牌车个人向查到，上悬处50万的罚款，而且要吊销驾照甲车辆的牌照。若是有合法的客运车行暗号非法营运的行为，相当会使废止营业执照，未来会持续无定期、无定点来执法。记者台中南投报道。为了保护林地，台湾过去要有30天拢禁止测查，嘛，互相关的人才甲技术渐渐失传咯。2017年又个重新来开放，有一寡少年人用国产的茶库来设计的产品咯。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就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少年人用在地材料来发挥的创意。过去30年，政府禁止使用天然树材木材。长期以来，毋但是树桩无受到好的照顾，台湾农业的人才技术嘛对咧流失。旁边一刀，左右各一刀，然后再从最后面切到底。砍树留下来的伤口啊，然后不小心被树砸到，被链锯到。非常危险，这些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是老人班，就是在空闲的时候出来做这个工作。对2017年开始，林务局宣布台湾农业重新出发，希望对消费市场来带动农业的活力。有一点少年家对8年前就开始在打拼，用相思啊来做梦想的起点。用吉米露做球杯，嘛用设计家具和外国工艺边行边起。香参为是一个很棒的固碳植物，因为它1公顷可以吸收80吨的二氧化碳，全世界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第1名。我们用它不只是因为它是国产材啦，是因为它真的很棒。相思啊，主要生伫海拔100公尺至600公尺的所在，是路边定看到的树桩，嘛，互人抓准是无价值的台湾茶。不过，伊的材质较润，花草丰富，嘛是国际市场真受欢迎的茶。毕竟伊需要成长的时间足久长的啊，所以讲咱想讲制作的时阵，就要甲物件做水、做完整；制作的时阵，就要互伊有这个想法，佮伊会当用甲足久长的。一袋茶就是一个梦，一工一工练功夫。伫这个过程内底，因是比谁拢较了解相思的水甲优势，嘛认为台湾人应该爱有自信，袂输人。记者卢尚如、林建筑、新德县报道。来看土年期有一个古城，因为巷仔路拢真矮哦，粪扫车驶袂入去，几啊百栋来拢是靠犁仔来载粪扫。这犁仔一工上班8点钟哦，有专门的医师来照顾。暗时要困进前哦，佮会放古典音乐，互因来听。逐工透早，每一只路拢配一位列位的清洁工要开始工作，引起家己的管区维护社区清洁。涂骹扫起来土粪粪扫，就装伫咧路脚只边的地仔内。搁着驴伫即款石头的楼梯爬起爬落，一个人一只驴互相合作，配合甲正巴。伫咧土耳其南部即个古城马尔丁，拢是靠即款驴伫咧收运粪扫。Ama yüzyıllardır bu iş merkeplerle yürüyor. Dar sokaklarda veya da merdivenli araçlarla biz bu işi çözemediğimiz için daha evvelkiler de aynı merkeplerle biz de merkeplerle devam ettiriyoruz. 马尔丁市古城区是靠山，会当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市府这支特别的驴仔清洁队总共有40多只，每一只拢根据伊的外形甲特征改号名。逐工自透早6点做到11点，中休困3点钟了，搁自下昼2点做到6点，8点钟的劳动换一天的温饱。最近大家真注重动物保护意识，有人主张废除用驴仔载粪扫。
市府强调，因有请兽医，还有专人甲因照顾，食甲真好，甚至还会放音乐给因听。Zaten biz burada müzik sistemi kurmuşuz. Yani akşamları 1-2 saat müzik sistemi var içeride. Klasik müzik, ondan sonra Türk halk müziği, bazı müzik türleri var. En çok hangi müziği seviyorsun? Beethoven. 这款炉差不多6岁开始加入清洁队，一直做到14、15岁退休。有正式的退休典礼，还有规大半的诗歌甲因交代。退休了，住伫咧动物之家。马尔丁的历史会当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伫咧20世纪初，当地人用炉在茶甲煤炭火，即马无烧茶就改运粪扫。旧城区6万的居民，逐工拢制造10万吨的粪扫，一场进前8引进小型的机具来载，然而效果无好。伊相信这款炉是维持古城美观清洁的必要工具，而且环保阁无污染。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罗西亚总统普提马讲过哦，罗西亚未来30天会拍拼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伫罗西亚的科学岛哦，甚至拍算2025年就是4年后，特别来达成碳中和的目标。俄罗斯人叫做萨哈林岛的库页岛，研发有正大片的海草。科学家认为，这款35亿年前就存在水生生物，会当帮助减少大气内面的温室气体，就敢若是陆地上的树仔同款。海草经过光合作用，自空气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Почему бы России не пойти по этому пути и не доказать всему миров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 что мы тоже можем помочь смягчить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мы тоже можем в этом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 萨哈林生态永续发展部门的主任讲，库页岛有希望在2025年进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也就是碳排放量加减排量正负拍平。最主要是因为境内有大片的森林，有捕猎碳的能力。为了要减少污染，库页岛的发电厂也慢慢由烧煤发电转型成做天然气发电，因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存在伫咧大气内面的时间差不多是12吨，也若二氧化碳是停几落百吨。库页岛也全力伫咧发展绿色交通，对日本进口电动车。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а, это значимый вклад, когда мы поймем, что хотя бы процент электромобилей в общем парке хотя бы 10, 15, 20% достигнет, вот это у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да, э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клад, это и общий шум в городе от машин,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тсутствие выхлопов. 俄罗斯是全世界上大的石油加天然气出口国之一。总统普京菲律宾强调，会遵守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减排义务。不过，伊也讲，袂当以牺牲过度依靠石化燃料出口的俄罗斯的经济做代价，要怎做到净零排放，如果袂伤害经济，考验伊的智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位伫巴勒斯坦西部的伯利恒，圣经记录讲，这是耶稣出世的所在。当地亚旦大教堂500多年来哦，拢是观光圣地。8年前开始整修，最近已经完成，嘛准备要对外开放了。这个洞正歪阁正低，传讲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出世的所在。来朝圣的基督徒，也有世界各国的游客，唔若爱排队，日期时阵也个用白。这座耶稣大教堂，上早伫公元333年，由罗马帝国第一位改信天主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的时阵开始起，对教堂内面甲外口的条啊，就当看作是罗马式建筑的风格。君士坦丁大帝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期间，耶稣大教堂经历过建毁甲复建，总算伫咧16世纪前半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完工。500多年的风雨、建毁加朝圣者烧蜡烛的烟，教堂的壁画、马赛克装饰加结构拢受破坏。أثرت على الستركشر، أثرت على الفسيفساء، أثرت على الفريسكو، على الأرضيات، على كثير من الشغلات. هذه العوامل الجوية 100多年来，较小型的整修拢是个人做个人的。就算是2012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只是互伊观光的名声更较响尔。一直到2013年，巴勒斯坦出身的企业家沙伊德库里出来整合。And the mosaics, especially, they came back to life, and the frescoes and the columns are really beautiful now.
So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hurch leaves to the visitor is 100% a different one from before. 虽然是耶稣出世的所在，但古伫约旦河西岸的玻璃巷，也是无法度避免真侪以巴冲突的现场。行过看袂到进步的历史温源，一个这么扫过全世界疫情，玻璃巷的居民这么上希望的，就是自2021年的圣诞节开始，规个城市甲大教堂会当慢慢恢复正常。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